食的话，就是讲咱毋是食足好，食一个豆腐啦，还是青菜，咱嘛感觉讲哦，这豆腐实在讲，这豆腐是原来真好食，像我讲的蛋白质较有营养，所以讲，就是你青菜豆腐，咱嘛是感觉讲哦，这足好食安尼。所以讲咱米粒组书，就是讲就是咱所讲的伊的精神是布袋和尚，伊就讲一句话讲，行也布袋。咱米粒组书甲咱讲，行也布袋，坐也布袋，放下布袋而定自在。这爱用国语来讲啊，讲行也布袋，坐也布袋，放下布袋，何等自在。就是即个所谓的布袋，就是咱的包袱啊，就是咱，这就是讲叫咱着爱，这包袱啊，就是讲咱遮个无好的思想，咱遮种种的压力等等，咱若拢会当放下的话啦，那安尼咱的心呢，就足自在的啦，虽然讲咱想要爱的物件，有当时啊无法度会当得到，但是咱若放下呢，就咱的转念，咱就会当无烦无恼，心情会轻松，会当度人行善，修道了生死，千万呢毋通因为咱家己啦，即个境遇来会误了即厝跳脱生死苦海的机会啦，这是即段大概的意思。第4段咱搁来读一下，咱若是做